美国各地又个发起反对总统川普的游行，来抗议关税甲赶走移民等等一寡政策，估计有超过500万人上街头。特别是伫咧华府的抗议民众，因认为川普根本就拢无咧管正当的法律程序，就连最高法院的命令，伊嘛拢无咧插，反倒川普会互美国走向独裁。 夹着票据旗啊，美国法会民众行伫街路，诉求爱美国总统川普马上落台。有天光军人真属伤过激动，互警方拘留。美国各地伫当地十个，各一摆团体发起反川普505一列运动，主办单位预估，包括华府、纽约市、芝加哥这些所在，上街路抗议民众超过500万人。华府的抗议民众组织伫白宫头前的立法院广场，表达对川普政府实施的驱赶移民、联邦政府财源停止大学的联邦监管，还有对加沙俄乌战争政策的不满，特别是伫错误遣返29岁男子加西亚去萨尔瓦多，政府却无愿意新增错误。 或者甲人送倒来美国了后，和民众的不满达到上悬，认为川普做代志无咧管正当的法律程序，佮无爱插最高法院要求甲杰西亚带倒来的命令，认为法院甲国会无法度制衡川普，可能会互美国加速独裁主义。The Trump fascist regime must go now. Due process. That's the first thing they come for, is to take away our due process. 有民众表示，原本唔望明年其中选举当改变暂时的政策，也毋过川普公布一个接一个有破坏性的政策，互民众烦恼等袂到明年。暂时美国甲咧对关税甲伊朗的核问题做谈判。韩国媒体报道，美国甲韩国各伫一礼拜以来，伫华府举办2加2的会谈，伊有相好的经济甲贸易高赞，对关税啊个贸易合作这议题来做协商。另外，美国甲伊朗19伫意大利罗马的阿曼大使馆已经完成第2轮的核谈判。伊朗的国交部长阿拉奇表示，这个谈判是真有建设性，会继续推进谈判进度。后一轮的政府谈判伫2月，双方的专家会议预估伫2、3进行。国视新闻台是唐冰玉。